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 IPP 非线性检测分析仪。这一集呢，我们要实地操作，带观众朋友来了解，是不是相当期待呢？好，那我们一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我们欢迎台湾 Meta 特隆公司的总经理丁亨生丁总。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湾 Meta 特隆公司总经理丁亨生。另外，我们也欢迎很美丽的护理长哦，侯琪晴护理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湾美塔特隆公司护理长侯琪晴。好，那我们一开始呢，还是请我们的总经理然后再次跟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 IPP 非线性检测分析仪，那它运用的范围大概是哪些？是，其实我们在市场上的运用比较多的部分就是在医院以及做健康管理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场合里面，其实我们主要在做的是健康风险管理的一个部分，就是呢来让你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现况是什么。所以等一下主持人会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检测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这个就会了解一下你身体的现况。产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哇，那我真的是非常期待，又有点紧张呢。那我们要请教一下护理长那如果要做检测的话，有什么对象是不适合的，还是说要注意什么吗？好的，这个检测呢，基本上它是没有侵入性、没有风险的那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不能做的一些状况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怀孕的妇女当然怀孕我们避免一些风险，所以孕妇是不能做的。第二个，如果您是有装心脏起搏器，就是 pacemaker 的病人呢，也是不能做的哦。那第三个，如果说您是有癫痫病史，而且是长期常常会发作的病人，也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检测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呢目前是刚中风完，比如说爆血管啦、心肌梗塞的一个急性期，正在治疗中的一个急性期，也是不能做的。那其他的人都是可以的，包含小朋友都可以哦。好，那我刚刚有认真的听完了，我是可以做的。好，目前状况是可以做的那可能很多人会想问说，那做这个非侵入性嘛，但是它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或会痛吗？应该不会吧？不会，不用担心。在检测过程中呢，您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然后也可以讲话，就放轻松就可以咯。好，那现在呢，我就要来接受这个检测咯。好，那我们就移动到我们要检测的地方。好，所以要检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应该把身上的一些首饰需要把它拿掉，对不对？是的，在执行检测过程前呢，我们必须要把身上的金属物品、手机、零钱、钥匙，或者您所佩戴的任何的一个有能量的东西，包含了像玉石啦、玉佩啊、水晶啊等等，都必须要移除的。需要帮忙吗？可以。所以我就把我的珍珠项链跟珍珠耳环先把它放在这边咯。手机、零钱、钥匙都拿起来了。对，都拿起来了。好，所以我要带一个类似耳机的东西，对不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会帮您佩戴这个传感器，在我们的太阳穴附近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传感器，它是传递一个生物能共振的一个设备那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它会不会有不舒服事实上，我们这个生物能共振的方式，它是用所谓的这种微波的方式去做共振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共振的模式，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就有点像我们在拿手机那个电磁波的这种感觉它事实上是没有感觉，但它都在我们所有的这种安全的容量范围之内大概是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辐射线，没有侵入式，所以其实它可以很快的用所谓的共振的模式、生物能共振的模式去做身体的一个检测比对的一个方式。对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它虽然是像耳机，但是戴在像总经理讲的，戴在太阳穴而且现在戴起来它其实很轻，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是，对。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要输入个人的基本资料哈。那我们很感谢主持人愿意当 model 哈，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健康风险检测的一个这种活动哈。因为我本身非常好奇，到底检测起来怎么样？我身为主持人，应该自己要体验一下。是，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有经由主持人的同意哈，我们把这一段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好，那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叫做健康风险检测的一个活动哈。那如果有疾病的话，还是建议要到医院去就医。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是一个所谓的检测的一个辅助性设备的一个参考值。大概。总经理请教一下，那像我这样子讲话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检测吗？不会，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说话、可以动的。好，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在做所谓的生物能共振，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共振的一个频率哈，因为我们的说话的频率跟我们在检测的频率它是不一样的一个频段哈，所以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对，不会像说量血压的话，他会说尽量不要动、不要讲话，怕影响到血压，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没问题，这个都可以接受的哈。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觉得我那个做腰酸了一点，我可以稍微动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动都没有关系，讲话也 OK， 讲话也 OK。但是有一个特别要注意，就是建议就是双手双脚不交叉，就是双手放在我们的这一个大腿上面，那双脚不交叉，因为这个我们有时候交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共振的这个频率的一个回传。好，所以如果等一下在做检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他在检测的时候突然那个检测画面停下来了。事实上是我们在打那个波的时候，它没有收到，我们再重新打一次，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暂停的动作哈。这个是一个我们等一下看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好，那我开始接受检测之后，我就是给一个姓名嘛哈。是，对。那我们刚刚基本资料已经基本资料都输进去了哈。对，好，那基本上我们等一下检测，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健康风险检测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常在检测之前，就要先询问一下，是不是有所谓的这种器官完全摘除过的？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摘除过，我们就把它排除掉，把它排除掉。那如果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就可以做检测。那我们要问一下主持人，是不是有器官摘除过呢？没有，都没有。那我们就正式可以来做一个检测的部分。对，好。那检测其实这个设备它是很直观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画面的左上角，它是我们现在检测的部位，它会随着我们在健康风险检测的部位，它会去做一个记录哈。那我们在资料准备的过程里面，它就开始慢慢的呈现哈。那我们很直观哈，就可以看到现在检测哪一个部位。它就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对应的这一个风险值。那你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是我们检测的位置，画面的右上角它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传感器它发出的频率跟接受的频率，它的整个线型。那这个设备它称为非线性检测，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好，那右下角呢，我们会有12个指标。上面的指标呢，它是所谓的这个衰退的指标哈，1跟2的状态，黄色的状态代表非常的好哈，3跟4就自然衰退，5跟6它就有一些这一种风险值出现，那我们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像这边它其实就有一些风险值出现，是的，好这个部分，那下面是一个增生的部分，依照不同部位它的增生的情况不一样，好，那一样我们会列出风险值哈 ，OK。所以它风险值有分1到6。对，其实6的风险值相对比较高一点。那如果1跟2哈，我曾经有试过哈，我们找很多小朋友来测试，小朋友几乎他的风险值几乎都是0哈，接近0，就是都是黄色的。好，几乎都是黄色的哈。好，我们其实哈在检测过程里面，有时候会比较会很缓慢，是因为它收不到我们的这一个生物能。是的。好，有可能主持人的头发比较厚一点。所以没有卡紧。它就会收不到那个生物能共振的情况哈，刚刚护理长有稍微帮你调过了，所以接下来应该会比较顺一点点哈。所以刚刚有停顿了一下。是，好，现在就比较顺一点哈。那有问题的部分会在左边的这个画面里面会呈现红色的标记或是蓝色的标记，好，那待会我们在检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好，我们护理长会稍微针对这个标记的部分来做一些说明，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风险值。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系，只能用画面的方式来呈现风险值哈。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后台还会提供一个书面的报告，好，就是可以呈现出这一个数字的风险值。好，因为科学检测着重就是所谓的科学数据，好，透过大数据的比对，我们呈现出这一种健康风险的一个数据值出来。对。那它的检测其实时间非常的快，对不对？是，对。好，其实它可以做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初筛的情况哈，因为其实速度蛮快的哈，又没有侵入式，好，那相对又比较能够这个快速的检测，所以比起我们在做这种比较完整进阶型的这种健康检查哈，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型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检测的工具，对。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部位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出现哈。那其实主持人应该很好奇说，其实刚刚为什么有红色的？对，我开始在比对了，好像也有3跟4的，我开始紧张起来。其实有看到有颜色哈，红色跟蓝色的部分，其实它就是我们有标定有风险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一般我们其实就是给受检者自己来做参考。好，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哈。那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风险检测设备，可以提供给你快速可以了解你身体的状态。那我们测的是当下的状态，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它会马上的去显现出现在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那其实这个设备在俄罗斯它是医疗等级哈，那在台湾它是一类的这个医疗器材证哈。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过程，我们尽量就是用所谓的辅助性的概念，好，所以当然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器官的部分哈，我们呈现的就是风险值的部分哈，它不是真正发生疾病的情况，疾病还是要到医院去做就医。好，这个部分，我只要一看到红的，我就开始就是很紧张。我们放轻松哈。其实放轻松就好了哈，因为这个设备它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要注意啊，对，或是我们可能有哪些不太舒服哈。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对。那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风险检测的健康风险检测的设备，就可以知道，我可能哪边要特别注意。对。所以一般大约差不多做6、7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做完，就对，大概6分钟左右。对，好。对，而且在做的过程其实不会觉得不舒服啦，不会，对，只会紧张。紧张是自己内心来紧张的，对，内心紧张说惨了，我会不会很多红的？是，事实上是没有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它只是截取你的生物能的这种共振的讯号回来而已，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影响哈，对。所以其实这样子全身都是可以做到，就是对它其实这个设备是2019年全球最新的设备，因为我们以前的设备大概都要25分钟才能检测完，是，对，这个设备大概6到10分钟可以检测完，已经很快了，对，而且我们比较早期的设备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来判断，那这个设备不用，我们只要等一下看一个红色、蓝色的部分。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我们这样的检测的结果是什么。它是一个很直观又快速，然后非常经济的一个检测的设备。现在已经检测完毕了。现在已经检测完了。对。那我大概先介绍一下设备提示的一个健康风险值哦。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女性的乳房的部分。是。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风险值，它只是提醒我们，可能女生呢会有一些荷尔蒙分泌异常的地方，或者说可能生活作息比较劳累，会有荷尔蒙不平衡的地方，很容易会有一些乳腺上面的问题。那不代表说一定长东西哦，只是说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图片啊，我们会提醒我们的受测者，就提醒主持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拨个时间去做一下乳房摄影啊？是不是会有一些乳腺的肿胀啦，各方面这个就会有一个提示在了哈。那我们就是定期去做一个检查，那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红红的地方，那其实啊，这个是代表是我们的一个血管，其实。女生大部分都会有一些静脉曲张的部分，对不对？对，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提示，它出现了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提示，那就是说，我们双下肢长期的坐着或站着，没有那个血液循环没有很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哦。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腰酸啊？会哦。
因为啊，其实它整个骨架上面看起来风险值好像有这么一点点压迫的感觉，好像有一点腰酸的感觉。像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会提醒我们的受测者干嘛？我们去看一下骨科，去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测，那去拍一下 X 光片，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椎间盘的一个压迫。如果没有，它可能是不是这几天有搬了什么重的东西，导致我们骨架上出现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图示出来。是那就可以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喽，看看有什么需要去做一个调整。这一张图就更明显喽。主持人应该常常用眼过度，常滑手机哦，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毛病，对不对？不要说主持人，连我自己都一样哈。这个看起来就感觉好像是手机不离身，电脑不离眼的概念啊。这提醒我们什么？其实要多休息眼睛要多保养。那如果真的觉得太劳累了，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眼科医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好，请大家不要再传赖给我了。好，那这个一样哈，我们所显示的是一个造血系统的部分啦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疑虑，它只是也是提醒我们，可能这阵子主持人看起来真的很累。对太忙了，新节目，对新节目是。其实等主持人入完影之后，回去好好的吃一顿，好好休息一下，补充一下营养这很明显就是有一点点贫血啦感觉啦，就是好像那个血液制造的状况没有这么的理想好，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普遍女生都好像都有了好，护理长好贴心他一直跟我说这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他知道我很紧张。对，就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预防风险嘛那其实这些看起来状况并不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吓受测者，本来就没有这么严重。那其实我们最后如果觉得真的风险值有一点点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提醒受测者，我们是干嘛？就医去做检查，这个才可以让我们自己原本的安心。那做完检查之后，如果医生说没有问题我们平常保健就好，设备还可以拿来干嘛？帮你追踪你保健后的状况。这阵子的调理是不是有进步啦？这个部分设备可以帮忙追踪哦。好，再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我们这个有一点益生菌不太够啦我们不够，补充一下益生菌这个其实我们的肠蠕动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你会看从设备从第一张图检测到最后一张图，它所提示的都只是一个健康风险的一个概念，而且设备非常的贴心它会把有风险值最高的地方先帮你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我就会强烈的建议主持人，我们这个乳摄的时间要约一下了，乳房摄影的时间。其实每个女人到了40岁以上，其实很多的医疗院所甚至卫生所都会打电话问你，今年乳摄做了吗？这个只是提醒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嘛，没错，设备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对，真的要预约一下。是的，这样子麻烦制作人帮我预约一下眼科，然后骨科。还有什么妇科，还有静脉曲张，各方面的科都帮我预约一下好了。是，没有，其实就是要让主持人干嘛？好吃好睡好好玩，他身体就会健康了。好好休息，对不对？是的，对，这真的很重要。其实让我我做了之后，我其实。因为还好啦，护理长一直在旁边安慰我说，这没有很大的问题，这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其实就会去谨慎的想说，没错啊，40岁以上是要去做这个乳房的摄影检查，真的要好好的去注意，因为现在得乳癌的真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注意，然后自己的眼睛。好，请大家不要一直传赖，我就一直回。对，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手机，但是真的不得已，不要再传哦。是，其实我们这个设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性存在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我们平常在吃的一些饮食，比如说像保健品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个匹配。像我刚刚看到，主持人有看到这一个它的那个肠菌的部分，就是益生菌的部分，它有一些菌种上面的不是那么平衡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一个画面前面，它就有一个共振杯。好，共振杯的部分就是这个圆形的共振杯。对，这个。好，我们就会利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平常在吃的一些保健品来做一个匹配的情况。是这个。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了一个益生菌的部分来做一些匹配。好，那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定性定量的一个检测。好，第一个定性的部分，其实是去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我身体的状态。那我们透过所谓的科技模拟的模式来做所谓这样子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测。第二个部分就是利用定量的方式来看看你
在摄取多少的量是比较匹配的哈。当然，我们保健品吃多了对身体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怎么样吃的适合，吃的适当。好，在这个设备里面，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个科技的模拟的模式。哦，可以模拟。所以现在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放进去。是，对。那我们刚刚有做了模拟哈，就这吃了1包，我们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有12% 的一个改善的情况。那一般呢，我们大概在10以上，其实就代表这个保健品对我们身体来讲，其实有很好的帮助。好，所以其实1包就已经不错了。当然我们要去看看，如果吃2包会不会再更好。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多放1包来做检测，来看看呢，好，它会不会有再增加。当然有时候呢，多吃无益哈。好，所以真的哈，我们在吃这个产品，吃这一些保健品，真的就是适度就好，适度就好了哈。好，所以它每一个都会再模拟一次，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画面，我们在模拟的第2次会看到，刚刚是12%，现在是18%。代表吃2包其实不错哦哈。那需要再第3包吗？当然要再测一下哦，要再测一下。我为什么要再测一下哈？很多人都说，我2包就不错啦哈，为什么还要再测第3包？我要让大家了解多吃无益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多吃对身体来讲，它反而造成一个负担。好，其实吃保健品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好的帮助，但是有时候吃太多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种伤害。好，对，所以我们再来模拟第3次哈。好。我们来看看吃3包有没有比较好。对，好。所以剩17，好，反而没有2包好。对，所以你看3包就没有，反而降下来了。好，反而降下来。所以我们一般在这样子的运用的模式，我们就会建议这一个受检者说，你吃2包就好了。好，吃2包就好了。这个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受检者他在这一个使用这一些保健品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些建议啦。对，有一个依据，要不然的话，我会想说，1包12%的话，我是不是要吃到5包、6包、7包？对，加成的概念，这样才会有100%，结果不是哦，只要2包。对，就多吃无益哈。这个观念，我觉得也必须要做一些推广哈。好，因为我们配合了很多的这一些保健品的公司，他们慢慢有这样子的观念在做这样的推广，就说不一定要吃的非常多，是吃的适量，对身体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模式。好，这样子哈。那我们的检测就到这边了，就到这边了。对，好，所以对啊，所以其实这样的检测也还蛮轻松的啦哈。那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了。非常谢谢护理长啦哦。那其实透过今天这样的检测我自己个人觉得在检测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知道大概身体哪些方面可能会有问题，然后可能因为最近又特别的忙碌，特别的累，所以就是说，检测出来其实跟我预期的有点像啦，对。但是我就是说，有时候就会自己觉得偷懒啊，就是说可能很久没有去照那个乳房的这个监测，那我就是想说，好提醒我了，我真的要去。对，就赶快预约一下去。那其他的话，就是自己可能要多休息，包括眼睛啊，还有肠胃道这个，真的太忙的时候吃东西不正常，然后造成自己这个肠胃真的有问题，哇！所以我待会要赶快来吃个2包的益生菌，不要吃到3包，1天2包就好了。对，哇！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检测真的是对我们对我自己本身来体验之后，觉得真的蛮有帮助的，可以让我自己管控我自己的健康。我知道风险才知道怎么去管控嘛。对，所以是不是也请总经理再跟我们做一下？其实这样的检测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检测的模式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刚刚主持人在检测的过程里面有看到乳房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一个风险值比较高的情况。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一个医学就是医疗的辅助性设备，它其实也同时在帮我们做一些提醒。那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常规的这种政府提供的这些检测，像40岁以上的这一个妇女，她每3年就有1次免费的乳房摄影检查。那我们就会提醒，主持人是不是3年内都没有做过了？就提醒你要定期的去做这样的检测。其实某个程度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还是要维持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现在的不舒服，或是现在可能产生的这个风险，有哪些解决的途径？这个途径有可能可以透过医疗、透
透过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透过饮食的调整哈，对这个其实都可以去做，甚至比如说我们要摄取哪些健康的这一些食品哈，其实或是天然的食品，我们其实这些都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检测后的这一些因应的解决方案。对，没错，不然有的人想说我检测完之后，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风险降低呀，让自己更健康。那所以透过这个适当的产品，而且你们检测里面还有就是刚才做的那个实验，对，可以帮助我们说自己知道说自己后续应该要怎么去运用。是那多少的量，这个都是可以控制的。对，哇，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啦哈。好，那护理长你就是其实你也帮很多人检测过嘛哈，那你觉得说这一套其实是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帮助，对不对？当然，因为我们可以在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们就先达到一个疾病把它给阻止或者延缓它发生的一个效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检测到，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乳房也好，肠胃道也好，我们今天有这些疑虑，那我们适时的去提醒自己做一下生活习惯的调整，饮食上面的调整，那其实让我们更健康，我们身体就会更轻松，对不对？你就不会觉得我每天都好累哦，或者我每天吃好多保健食品，可是都没有效对，感觉我一天10几颗、20颗在吞，我还是好累啊，因为吃错东西了，吃了很多其实你不需要补充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健康保健就是这样，需要持续性的。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做好这个检测，帮助我们知道发现说，自己的危险因子在哪边，健康风险在哪里，然后再选对的产品，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健康保养到最好。是，今天再次感谢总经理跟护理长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棒的分享。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喽，我们下期再见。